多谢吴玉平，这共款嘛是花莲大地震影响，这个新北捷运环状线目前也无法度全线的通行，板新站到这个桥河站遥伫修理。今日呢是连假后头一天上班，连接安溪轻铁14场嘛出现上班的人，通勤族人员讲，大部分呢虽然已经恢复正常，也无法度直接坐到邦桥甲新庄，依然有感觉无方便。有人当作讲全线已经通车，入到捷运站才知影讲有部分路段依然停驶。清明连假后头一天上班日，新北环状线开始有人通勤坐车。啊，原本因为江前天水中和到大坪南路段，嘛赶伫咧上班课进前恢复通车。会有点麻烦，因为送小孩去上学的话，就是一定要经过这一条。现在的话就是还好，因为它通车了，但是如果去板桥的话就比较不方便。不过，即马环状线也未恢复全线通车，新北环状线的通车计划分3阶段，包括新北产业园区到邦桥站，含中和站到大坪南站都已经恢复通车。不过，邦新站到桥河站，因为过量走清，当时才当正常营运，专家还阁继续讨论。所以，若是要为新店大坪南站、14场站到邦桥或者是新村，上远坐到中和站都爱搬车。我要去那个中原站，他好像说今天会修好。对。然后原本想说今天可以一路搭到中原去。对，就知道中和而已。啊，新北捷运公司因为环状线停驶，加开免费的接送车，除了配合捷运站点停客、前方、离峰的时段，包含环状线同款，只是坐车时间要加等15到30分钟，后面将是海餐。在中和到板桥这个地方，在这一段时间，民众在这个地方的转乘的量比较多，我们会不断的滚动式的做一个检讨。不过，如果你要从14张站搭乘接驳车到达新庄或是板桥的话，要走15分钟，而且呢，要先往大坪林站方向走，才会往新庄方向。各个边讲，连接安溪轻铁的1分14场站，接送车的站点设伫咧1公里外公车站牌。这去我近的大坪南站或者是中和站搬车，反势更较紧。对着天灾、交通破格，新北通勤族都希望当恢复全线通车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